这就是由于这样的练声就会出这样的声音。我不是绝对就意思就是这个的结果就是这个啊，因为什么？他每一个母音啊，他都不是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这一辈子，这唱我们这种唱法的人啊，这一辈子都在，包括我都在内，都学了好几年了啊，还是在调整的过程中，老得调整。就说他每一个哎呦，他不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呢，要把它让人感觉到在一个地方。所以你现在唱的哎呦呜，这就体现在唱的时候容易呜就出去了。能不能就我刚刚说的，就是呼吸吸气以后，完了有一个对抗的感觉，你知道吗？气儿在这吸上去了，完了以后你还这个还得往上走啊，就这都是一种感觉哈，明白吗？就是这个再往下走，这个再往上走，所以所说呢，就是吸进去以后你肯定要吐出来，你唱着它不慢慢吐吗？但是呢。我们呢，相反有一个感觉是在往里吸着唱，它就有一个对抗这么个感觉，然后它就有点这样唱，这你就保持住就在气儿上了，就这种感觉，这是我的感觉啊。所以呢，再一个呢就哎呦，你就不会出现这样，你有吸住的话就不会出，就尽量把它好像出比较一样的音色，你那个啊跟那最后的呜就完全在两个地方，好吗？咱们试试。对，这样笑一点。OK。对吧？OK。对，这从呜就到这儿来，这还有就是你气就是保持的不够，到最后都没气儿了就出去了，就是还把它就别给那么多啊，这就是已经给出去了，你没吸够，就是这个一别在这儿说从这后边这个地方开下来之后那边别下感觉相反的还往那边走，还在那儿，别别拉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容易就堆在嗓子眼里了，好吧？你自己不要这腰就说清楚就容易带，对吧？就有点就是大舌头有点感觉，你相信别人会清楚，你自己感觉有点像大舌头的感觉就够了。那腰就腰下来了，你可以腰上去更好，就容易腰下来，好吧？你没准备好这口气，你到后边肯定就没气儿了，所以准备好，来。这当然是谁一下做不到，要不然我们音乐学院干嘛都要上5年学呢？是不是？对，但是就这么个意思。像，就感觉咱们就跟我们那个喇叭，就感觉一个喇叭在后边，就感觉你开着车的时候啊，那个没有棚那个车，不是你往前哇，那风就不是往上吹吗？你就找那种感觉，就感觉这都拽着你，知道吗？实际上就是让你用上你的后背啊，用上你所有这些部位，它就反射嘛，它就这么出来，好吧？就感觉就是你就是一定要你保持住那个感觉的话，你不会就呜就不会空了，知道吗？
声音。它还会有泛音，要不然就直的就出去了。你吸的时候它就会有泛音，你知道吗？老师，这几乎就吸不放，但肯定会自己放，就是说啊，咱们还是出去的太多，而且就这样，老师老有准备，已经是吸气的状态。完了以后。走，你这样声音的话呢，就跟等于有些时候你可以放个蜡烛，你可以试试让那个蜡烛别这样晃，就让它一直就在这动，这也是个办法去试。OK。对，这你慢慢练，就是有点下台阶，不应该的，好吧？